首感谢的诗，咱咧唱的时，爱存真正的感谢啊！若真正蔡胜忠长老吼，一定会真存感谢的心来唱这首歌。这首歌的作者马丁，伊读新学院毕业了，无伫伊的故乡，伊德国人，伊无伫伊的故乡咧服侍，伊走足侪位的教会咧服侍，到伊31岁。伊才转去伊的故乡，伫伊的故乡开始。但是迄个时阵，拄啊是战争的期间，所以很多的难民都跑到他的家乡来，因此，疾病、饥饿、死亡太多，所以伊举行过5000几摆的告别式，甚至捌一摆。40场，一天就有40场的告别式。但是伊伫这个情况下，当然伊是心真快，伊真会甲伊的尽伊所有来诊治遐个送向人，遐个需要伊帮助的人。啊，嘛是伫这个情景下面写出这首歌来学到上帝。所以，真侪国家伫感恩节的时，拢会选这条《但愿感谢上帝》。啊，愿咱即摆搁唱一摆，第一节就好，咱用心来唱《但愿感谢上帝》。啊，来边起。但愿感谢上帝，这声音是对心悲，做家己。时间也特别到，所以我第二首咱嘛是真熟的诗歌，所以咱就唔免搁再练一摆，咱准备心，来三角敬拜主。下节平安，咱准备心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大家把手机关机，也是用震动静音。
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落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即时，咱用献诗26首，打阮感谢上帝来感谢上帝的恩典，请起立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主爱的天父，你欢喜阮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你的主爱，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面前，拍开心面对家己的软弱甲罪性。亲爱的上帝，阮要承认家己有时活伫黑暗中，阮的心时常受迷惑，直到偏离你的道路。主啊，求你的话向阮显明，照光阮，互阮通活出顺服甲敬虔的生活。爸啊，你是时刻保护阮的上帝。当阮拄着困难时，要学习敬畏你，独独信靠你，因为你不变的主爱甲信实，一定会帮咱保护阮。主啊，你是伫宝座顶坐咧做王的上主，伫大水泛滥的时，你要伸手拯救阮。吴圣德牧师的突然离世，互阮真毋甘。总是阮深知，你是阮的安慰甲保护。求你怜悯吴世郎牧师、陈月美牧师娘、吴圣德牧师娘谢之琪三个囡仔以乐、若雅、以晨。祈求你安慰的灵甲因同在，互因知影这段旅程有你同行，因袂孤单。求你互阮伫苦难中，也会当体会到你的恩典甲教养，互阮有气力继续行落去。愿眼前的苦难会当紧紧过去，互阮会当进入平安的未来。最后，阮要为今仔日的讲员陈兰洲牧师以及大众传播中心来祈祷，求主祝福陈牧师，愿伊喙所分享的话合你的心意，互听的甲讲的大大得着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来唱。
圣诗388。眼更比献杯兄弟，眼更献表献心三位兄弟，在地内在地内，从来呀眼望地内。当心来启演，启演文第59篇，启演文第59篇，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请兄弟来译，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过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去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拍，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骹也暖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坦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讲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毋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只是咱来强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第19篇第1节到14节。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强抢传扬伊的作为。即日对迄日讲话，即暝对迄暝传播至地息。无言无语，无声无息，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布边，日头亲像神龙对洞房出来，亲像选手踊跃走伊的路程，对天的即边出来，射到迄边，热气普及万面。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气力。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上主的律律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诫命纯洁，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上主是纯真，永远无改变。上主的判断真实，完全公道。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比蜜比纯的香蜜搁较甜。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受诫命就有大报赏。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因袂故意犯罪。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我，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袂犯同罪。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喙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这是主日学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主你真伟大。
愿一切水的歌声，加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纳。今仔日为咱见到的是陈兰州牧师，陈牧师要用传遍人间、远达天涯来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咱将时间交予陈牧师。各位姊妹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大众同步中心的奉献主日，感谢咱教会甲牧师的接纳，互我通代表总会大众同步中心，伫咱中间甲咱做伙敬拜。大众同步中心嘛爱咱用教会表达深深的感谢，咱对大众同步中心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互总会大众同步中心的事工会当继续通过大众同步中心所制作的节目，互侪人会当通过网络还是其他的管道来更较明白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今仔日我要用诗篇19篇，甲咱三甲做伙来思想上帝的话。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一开始讲天宣布，佮讲强腔传扬，天敢会讲话？强腔敢有甲咱讲什么？总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诗人却真清楚甲咱讲，讲安怎？讲这个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强腔传扬伊的作为。伊安怎传？伊安怎讲？圣经讲，即日对迄日讲话，即暝对迄暝传播信息。天是要安怎讲？天要安怎？即暝对迄暝讲。这个诗人却真确定，甲咱讲，天强创毋通讲话，因讲的话，圣经讲安怎？无言无语，无声无息，无言无语，总是甲咱讲话，这敢是真古怪。咱敢会当同意诗人所讲的话？咱抬头看天，亲像这种的景色，咱想到什么？咱若去森林内底，伫遐行路，看到遐个就百年、就千年的树木，咱看路边的遐个咱毋捌名的草啊。伊的花，咱是敢真正袂当对心底来发出一种懊恼感谢，迄种创造的奥秘，上帝的创造是遐尼啊，互咱不得不着爱对心底来讲啊，拄则。我无想到讲，咱的主日咧唱的歌啊，你真伟大！你真正看江冲，你看大自然，你真正会发出迄种上帝真正是伟大。伊
过伊的创造大自然，将伊的信息传到全世界，传到天边海角。咱住伫东部的人，我想咱可靠比台湾其他所在人较有机会通体会诗人伫诗篇19篇所讲的话。其实诗篇19篇伫教会历内底，常常是伫圣诞节，还是讲去过主显节这个时阵来咧宣讲的这个信息。是安怎？因为伫圣诞节去过来主显节，你讲上帝将伊家己显明，互人通明白。上帝通过大自然，这年迄年讲话，上帝通过大自然，伊的话传遍人间，传遍世界。咱所读的经文的前6节，你讲到大自然就是上帝的启示。这个启示虽然是无言无语、无声无息，总是咱会真正会当体会。我对才讲，咱住伫东部的人比其他所在的人应该较会体会。咱宜兰都有真出名的七兰森林园区，我去2-3摆，行伫迄个中间，感觉你不得爱去感受到，真正是迄种树木、空气、花草，带互你的一种真正会互你的心、互你的灵、互你的精神、互你的心理改变。我相信咱较早可能也有机会通去华咱的太鲁阁，虽然即马因为即个地动的关系，较无法度通亲像以前遐尼水，总是你去太鲁阁行一转，你特别去行伊的步道。当然即马迄沙卡档拢无法度通好行，总是你行迄沙卡档，你行迄个真济无相款的步道，你敢袂去感受到迄种上帝创造的奥秘？那假使咱有时间，搁往南到玉里，遐搁有一个瓦拉米步道。瓦拉米步道毋免行到12公里的所在，你敢若行头前的4公里。我较早伫玉山信来院退休了，过去一个阿美族的教会、奉信教会牧会，我差不多逐礼拜拜，我拢去遐行路。后来石油较贵啊，就较无去啊。所以你伫迄瓦拉米步道内底，看到迄个水墙，看到关山，看到遐个树木，你迄个感受，真正上帝通过大自然咧甲咱讲话。上帝若假使通过大自然甲咱讲话，安尼上帝亲像圣经所讲的，上帝话真简单，毋捌停止。世界逐所在人拢会当接触到大自然，所以上帝启示真正是传遍人间。安怎？是到天边海角。根据这个卫星的这个追踪的记录，纽西兰有一种鸟啊，叫做斑尾鹭、斑尾鹬。而且每年的3月中旬，伊对纽西兰的一个岛起飞，连续飞7日，7暝7日，
拢无停，差不多是1万公里，然后到北韩甲中国的中间的这亚利江的所在，伊伫遐歇阮大概差不多5礼拜到6礼拜，补足伊的体力，然后伊顺对俄罗斯的海岸飞过去阿拉斯加，伊伫阿拉斯加休困。伊大概伫迄个所在生2、6月，然后细只的班尾率伫遐孵出来，差不多是10礼拜到12礼拜了后，因开始飞转去纽西兰。总是因的飞法甲上北的路无相像，因即边是这个班尾率。会经过西南太平洋，然后伫9月飞转去到纽西兰。大自然有足侪即种，咱差不多完全无法度通想象的，是讲一种鸟啊，因固定安尼飞，迄鸟啊，因有甚款的知识，因伫因的内底。点是有一个创造主，甲因创造，甲因引带，甲因带领。其实毋是干那班尾论的尔，咱抑个所在的就是有鲑鱼嘛，相关嘛，哦，加拿大啊、阿拉斯加的鲑鱼啊，哦，啊个咱台湾的，莫讲北位，讲咱台湾的蝴蝶、蝴蝶，对南飞到北，飞去到日本。根据即个生态学家的记录，因伫掠到的尾仔顶面甲伊下晶片，啊，伫日本会当去看到咱台湾飞去的蝴蝶，啊，咱看遐蝴蝶安尼，适应啊了啊试者都转去的，伊有法度通对台湾飞去到日本。这咧甲咱讲什么？这拄拄是诗人咧甲咱讲的。大自然存在一日，伊就向咱讲话一日。所以诗人讲什么？日日传播，日暝拢咧传播。大自然既然是上帝的启示，伊的启示就袂会停止。咱爱真正去体会，总是。上帝毋是敢若通过大自然甲咱启示尔，上帝通过大自然甲咱启示，咱若无用心去体会，咱就无法度通领悟。所以大自然的启示，虽然互咱知影创造主上帝的伟大，伊的奥秘，总是即个创造主上帝是甚物人？咱无法度通过大自然来进一步来认捌，咱嘛无法度通去认捌即个创造主对人类的旨意是甚物。所以诗人伫咱今日所读的圣经第7节到11节，甲咱讲，上帝借着伊的仆人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甲咱讲话，世间人进一步启示。诗人讲上帝律法安怎？讲上帝律法完全，会互人得到快乐，活命的快乐。伊讲上帝律法是可靠，是确实的话，会互无知的人得到智慧。伊讲上帝律法是正直、清洁、公道，会互人心欢喜，互人心开。上帝道理永远存在。诗人认定，这律法所记载的上帝的话，比金较可贵，比蜂蜜
搁较甜。遵守上帝话的人会得到利益。其实这嘛是历代教会圣徒所一直咧见证的检视。咱读圣经，咱对圣经得到帮助；咱读圣经，对圣经得到迄种精神活命的快乐。我还记这大学2年要升3年的时，阮迄阵会当做有备军官，总是2年升3年的时，爱去成功岭训练。我迄阵成功岭实是拄起做无偌久，真少树木，相当艰苦。伫遐受2个月训练，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中间的一个挑战，毋是讲天气热，毋是讲安尼无啥物通好休困，其实根本你的生活受控制。拖内底的圣经袂使，你无法度通读圣经。总是我后来有想到，我将这则圣经节写做一张细细张的卡片，下踮我的落地内底。是，迄则圣经，敢若一则圣经，逐日帮助我、激励我，就是马太11章28节啦。我相信咱真侪人拢会晓背啊，对不对？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既然能够背重担的，通来我这，敢若是马太11章28节，帮助我伫成功岭2个月，伫遐，互我忍受迄个艰苦的训练，互我会当较赢迄个真无好的环境。佮有时会当得到荣誉奖啊，等于源头。总是上帝话，上帝话敢干啊？通过大自然，通过摩西律法，甲咱讲，毋是，毋是。上帝上明显的启示，上具体的表明，就是耶稣基督。咱用传统的话来讲，大自然就是上帝一般的启示。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所宣讲的话，就是特殊的启示。总是上帝上特别的启示是耶稣基督。因为上帝真侪一个人，就是咱咧讲的道成肉体、道成肉身。上帝真侪一个人来伫咱的中间。神啊，甲我讲，上帝真侪毋是上帝，上帝真侪人，互咱通亲近伊。这就是约翰福音1章1节所讲的，道成就肉体，道。咱中文圣经，甲伊翻译做道，总是伫英文圣经这里道拢是 word， 就是话起头有话。咱若有人读日语的圣经，伊嘛是相关，起头有言语有话，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甲咱讲话，互咱认捌上帝伊的本性甲作为。诗人甲咱讲，创造其实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向咱启示伊的存在、创造的奥秘。诗人嘛甲咱讲，上帝借着大自然，逐日甲咱讲话，总是。咱要去较认捌上帝的启示，是通过伊的囝，就是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迄个上帝话上具体表明，咱知影什么是道路，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活命。世人哪像知影咱人愚戆，咱的心安尼毋是真会晓，无法度当完全领悟。所以伫诗篇19篇的最后一段，诗人对俄罗上帝转向上帝祈求，一方面个别人的软弱，一方面求主上帝带领，互咱的生活无得到犯罪。无犯罪的生活是啥物？就是咱伫言语、伫心思意念会通互主欢喜，也就是真正认捌主上帝的启示，却会当遵行的人。上帝通过创造来传达伊的语言，老早就已经传遍人间天边海角，总是记载伫圣经的。特别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要传达的信息，敢有传遍人间？敢已经到伫天边海角？答案显然是无。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无传遍人间，无到天边海角。人对上帝本性甲作为的认捌，也阁无完整。这是咱教会甲基督徒的使命。亲爱的姊妹兄弟，咱活伫一个社会变迁真紧的时代甲社会中，这种社会变迁的冲击上显明的，就是手机啊，甲 AI。即马你当火车头，你听候火车，你啊看，逐个人咧创啥物？看手机啊！逐所在去餐厅食饭，啊看两个少年人，一群人，啊都做伙要去食饭，啊总是两个人拢咧看手机啊。手机啊对咱的生活影响实在是有够大。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差不多无手机啊活袂落去。哦，我咧讲笑讲咱像阮即款年纪较大的人哦，即摆有一寡商店吼，啊要点菜都要用 QR code 啦，啊，哇，啊这吼，真正对真侪年纪较大的人吼，较袂晓使用手机的人吼，真正是一种负担啦。即摆有一寡教会吼，开始有迄款老人手机的迄款教学班，你知影无？哦，真趣味。啊，咱真侪人的生活不知不觉的中间，互各种伫手机啊分享的即种平台啦、YouTube 啦、Twitter 啦、脸书啦等等，借着手机啊传播信息来影响甚至控制，互咱渐渐离开大自然。咱差不多毋捌抬头看天，干那看手机安尼尔。当然，咱嘛会当借着手机来读圣经，来读灵修的作品，哦，甚至看北京教会，还是较有气力的传教者通过 YouTube 所传扬的这种信息，总是伫手机的后壁面的这软体，这信息，有的人。有的是人捏造的，有的是通过 AI， 通过对脑人性，迄个较无正当的社会信念所制作出来。的确，咱有时伫咱的手机所接到的信息，咱毋知影是真还是假。啊，这个信息嘛，咧传遍人间天边海角。啊，的确，咱愈来愈离开大自然，
愈来愈无法度通过圣经来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亲爱的姊妹兄弟，我相信咱知影，即摆一寡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种社群媒体对人，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因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手机啊，还是讲使用这社群媒体。其实毋是讲青少年受影响，包括成年的人，咱嘛常常受到社群媒体无实的信息的伤害。咱是毋是有时应该爱将手机啊了放下咧？咱是毋是应该有时爱抬头看天、看大自然，开放咱的心，去体会上帝创造的奥秘？还是讲咱永远会当用手机啊？总是毋是互这社群媒体甲咱控制，是通过伊等火车的时，第二火车顶的时，咱永远会当读圣经，咱永远会当读灵修的作品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咱会当通过咱亲像中卫大众传播中心所制作的这影带，帮助人、带领人来加入教会，互上帝话，亲像伊所创造的大自然，传遍人间，传到天边海角。所以，上帝老早就已经通过伊的创造，传达伊的话，伊的话理论上应该是传遍人间，传到天边海角。耶稣基督的救恩，虽然伫这所在已经设立教会，已经咧宣扬，总是也阁无够呀。所以，亲爱的姊妹兄弟，愿咱拍开咱的心，用心来体会上帝借助大自然迄种无声、无言、无语、无声无息的信息，也互咱谦卑用心来读圣经，来认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要赏赐予咱的救恩甲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疼痛的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通过你所创造的一切，特别是大自然，永远讲话。求你怜悯阮的愚妄、无知，求你常常互阮体会你的神伫阮心内做工，互阮通过逐日的生活，阮的环境，阮所拄着的人来体会上帝你甲阮讲话。特别求你帮助阮，互阮通过圣经认捌你的囝，就是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更加体会上帝你的疼、你的救赎。求你也帮助阮，互阮伫体会明白了后，阮也能真做一个见证上帝你的话，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个上帝你的囝儿。恳求你怜悯帮助。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话，献诗200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永恒不永不调整，黎明和所无缘不顾，花
会互人心生欢喜。全天上帝纯洁明明，会互人目睭光明。我主上帝健康照看，困求你来救赎我。我最所求，我心所想，愿你听咱方向。请咱游园徛地，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现形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伫骹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行，现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今晚咱请杨志宏长老、张淑芬长老来为我们司献。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时光。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诗篇第19篇14节，咱搁读一摆。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诗篇19篇14节。这是咱来报告。报告的代先呢，先介绍今天的新朋友张福兴先生，住在头城。好，那在报告之前呢，先代表教会跟主持谢谢，谢谢你们。好。
本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我们感谢陈南州牧师代表大众传播基金会前来请安正道，也请兄姐为传播事工关心代祷。第一堂结束后会有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预备心参加。第二堂结束后要召开小会，也请小会员预备心。第二点，下主日为青年事工纪念主日是合堂，早上9点半，请兄姐留意时间出席。第三点，本会出身的吴胜德牧师，也就是吴世朗牧师的二公子，在20日星期一下午安息主怀，敬请兄姐为牧师娘以及3位小孩关心代祷，愿主安慰的灵亲自安慰扶持。第四点，5月3号在林美鹤姐妹家有举行圣别除偶像礼拜，请要参加的兄姐能够在赖群组登记。肢体消息，5月2号有在苏澳长老教会有七星中会妇女事工办的联谊会以及母亲节活动。第二点，5月31号下午在罗东教会有南洋区会所办理的长职同工联合造就会。那这个长职同工联合造就会不限长职参加，所有的兄姐都可以参加。第三点，6月3号在基隆也有七星中会松年部举办的活动，那有要参加的兄姐也请尽快报名。请问牧师有没有要补充？万事平安。搁一届提醒咱伫5月初3，也就是后礼拜日吼，咱有即个除偶像的即个礼拜。因为主家期待知影讲有偌侪人要到伫即个因的厝吼，来参与即个性别除偶像的礼拜。所以等下咱会伫咧咱的教会的即个赖的兄弟姊妹的群组内面来抛出来。抛出来了，咱若有要参加的兄弟，请咱伫咧迄个面顶来做登记，互主家知影讲伊爱安怎预备吼。这是第一点。过来嘛是咱安尼头拄毋知无输迄个影片，还佫有时间呢，毋免吼，确定。我是讲会使放的。来，咱请迄个咱的视讯同工今仔日大众传播中心吼因有备办一个即个影片，也嘛互咱来了解即马基金会所做的事工，咱同齐来关心。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开始阅读一个新的书卷，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第20年基斯流月，对101年伫疫情发展的时，我开始将圣经讲读经的文字加做影音，会当帮助无法度看，或者是无方便看，会当帮助因用听的方式来读圣经讲读经。所以我将文字的手册用录影的方式，帮因甲内容读出来。首先我会读上帝的话，了后阮读圣经讲读经的写作的团队因所写的即个圣经讲读经的内容，帮助因伫圣经讲读经的过程中间，会当更较深明白上帝的话。我也感谢传播基金会，因真正投入真侪时间，将这影片放伫基金会网站顶悬，会当互更较侪人通过基金会网站看见每日圣经讲的影片，真做更较侪人信仰的帮助。盼望即个文字的自工会当继续通过网络传播到更较远的所在、更较侪的所在，会当互更较侪人得到帮助甲活靠。各位所敬听的牧长、兄弟姊妹平安。在这个资讯复杂、科技变化真紧的时代，
咱教会虽然面对真侪的挑战，但是上帝嘛赏赐真侪的机会，所以愿积极咧制作真侪会通帮助互团体甲小组分享的教材，嘛有系统性的信徒教育影片。另外，我嘛真关心社会环境的变化。即阵啊，诈骗的手路是愈来愈多，真侪兄弟姊妹受到伤害，所以基金会特别制作反诈骗提醒的影片。这毋单单是资讯的传达，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咱的兄弟姊妹。传播基金会毋单单是一个媒体宣教的单位，也是要甲咱在座各位共同拍拼、奋斗的好同工。伫台中传播中心奉献主日，诚恳邀请大家继续为着媒体宣教的事工大岛关心甲奉献，互传播基金会有够额的资源，继续开发遮搁较侪媒体宣教的教材、影片甲软体。搁一遍感谢咱的兄弟姊妹，愿上帝赐福互大家，以马内利平安。宣教基金会所做的事工吼，伫咱现代即个世代真重要，因为咱逐家人真侪人的生活已经拢无法度离开咱的生活尤其是咱去到伫不管是咧坐车也是甚至开车吼咱毋免用看的，开车请毋好看影片，用听的就甲亲像牧师是安那，逐工下早我犹原有即个每日的晨读，拢是共款的作用吼。当初时共款伫咧咱这是当初时透过会友对牧师的要求，讲牧师我安尼拢无时间通好读圣经，你会使伫咧我开车，也是我坐车的时阵安尼读圣经我一边听。我若沿路开车，我就沿路听安尼方式，互我上无一工会通对上帝的话来做开始。咱即个宣教基金会大众传播基金会所做的嘛是共款，就是要帮助咱兄弟尤其咱阁是即个基金会因所做的，阁是透过咱安尼迄个那个每日新眼光吼。所以是照每日新眼光的进度，牧师所读的是照圣经公会的进度，不管咱上重要就是要互大家人会通透过上帝的话语，不断来透过领受上帝的话语，互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会通进入伫咱的中间，咱的生命内面。所以即个大众传播的即个基金会所做的，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事工咱。安尼，互真侪媒体一直咧甲咱控制咱的目睭，控制咱的耳孔。但是咱到底听到的到底是真理，是歪理？这是一个真伫咧即个世代真要紧。所以透过咱安尼去关心即个基金会，也互即个基金会会通做更较好的事工，互人会通透过基金会所做的遮媒体。来，互因有机会会通来安尼认捌上帝，认捌上帝的话语，这是非常的重要吼。所以嘛，感谢南州牧师吼，安尼咱头仔伫迄个基金会的迄个影片内底嘛，看到南州牧师嘛有伫内底吼。所以咱就通知影，牧师是无伫咧内底，但是牧师是伫咧新德中会的大众传道部所以共款吼，嘛是咧做媒体的即个部分吼。透过媒体各种方式，透过文艺咱七星是干那透过文艺伫咧咱七星中会的即个网站顶面，互咱兄弟会通来认捌七星中会，也是讲有一寡遮个安尼文艺的遮个安尼宣达吼，为着要互人更较侪来认捌主的教会，认捌主的话语，所以咱安尼共同来关心。即个事工，互即个事工会通做更较好。好，这是咱的即个补充报告。
谢谢牧师，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献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诗选，咱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愿上主大仁爱，临在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言同在。愿主愿更偏照你言主必宽爱你。是你必只是考验世代，愿上主大仁爱，应在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言同在。愿主愿更偏照你言主必宽。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恩典、疼痛，甲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生活之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